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暗半暝，真侪人看到网络一段9个人欺负一个查囡仔影片，警方表示地点伫高雄凤山，已经在侦办。美国有9个议员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名2019年200万人上街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竞争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台湾外交有新的突破，外交部宣布伫南美洲国家盖亚那设台湾办公室。新闻一开始，咱来看国内今仔日已经连续5天无新增加本土病例，增加2个对印尼佮美国境外离的武汉肺炎病例，今仔嘛增加一个死亡的个案，是第799案，一个70多岁英国人，伊本身有心血管的疾病。咱嘛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届新的说明。新增2例境外移入的个案从印尼及美国入境，然后另外新增1名确定病例死亡那是按799，是英国籍70多岁的男性，那有心血管疾病的病史。那虽然使用抗生素治疗，那因病情恶化，不幸于昨日病逝。这一个个案这么明显的肺部出血那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比较清楚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肺部出血的一个个案。波桃员工他因采者2136人，那昨天采检的效率还蛮好的那采检了1186人。那其中919人检验阴性，267人检验中。来看昨半暝，民测社团有一段一个查囡仔互霸凌的影片，画面中有4个查甫，佮5个查某囡仔拍一个查某囡仔佮对伊泼饮料，或真侪人是看甲真生气。警方调查嘛发现讲，这是发生伫1月2日高雄凤山的妇幼馆嘛已经找到这个人会来侦办。小女无辜的徛伫高雄凤山妇幼馆壁边，边仔倒围几啊个人，有人伸伊喙皮，倒有人泼饮料。这件集体霸凌事件是发生伫顶个月22号，影片3号暗时伫网络流传出来，毋但引起网友气愤，高雄市长陈其迈嘛伫半暝下令调查。被害人他陈述的内容以及这个影片流出来的这个过程基本上他们触犯刑法的伤害罪、恐吓罪以及公然侮辱罪。那全案会依照这个相关的罪来移送我们少家法院来审理。那另外成年的部分移送这个高雄地检署来侦办。少年队掌握到4男侮辱霸凌者的身份，除了其中一个19岁黄姓查甫囡仔成年，其他的人甲被害者拢是未成年。事件起因敢若是因为被害少女甲其中一位霸凌者有财务纠纷，私下调解不成才动手。在别的学校的话，一样我们会做跨校的一个来做处理。那如果是同校的学生，那我们也会启动这个相关的这个校规他们都有校规，也会做一些处理。家长也特别提告，那我们也会协助受害学生来做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追究。教育局表示，顶个月26号接到校安通报，但是当初是学校是通报一般的相拍，一直到影片流出来才发现是霸凌。可能是因为寒假的期间，学校查证较困难，会严格检讨，要求学校特别注意。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咱再来看艺人鸡排妹陈嘉纯，最近指控讲伊主持买价的时阵互骗色也毋过网友等到去评伊过去的政策言论，翻头来检讨伊，学者表示，这是一般互骗色的受害者，不管是惊申诉还是司法诉讼，拢搁爱面对外人的冤枉话。艺人鸡排妹陈嘉纯伫网络指控，伫咧主持买价活动的时阵，互公司的头家甲歌手王立友性骚扰。鸡排妹讲，公司的头家伫咧啉酒了，讲真侪无礼貌的话，真就是你个担心咯。虽然我结婚啊，也毋过会当为着你离婚，要甲花侪钱随在你花，因为你是未来的头家娘。咱一未约会就花这个数字伤贵。除了讲话数量以外，公司头家叫员工爱伫咧闹，讲爱斟一个。伫抽奖的时阵，佮调工忘记手摕抽奖的号码，也毋过伫法律上性骚扰要安怎界定？他的这个处境一个这个成年合理的这个成熟的客观第三人。站在他的这个位置上，都会感受到不舒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如果我们认定他符合这个合理的被害人，那进一步就会来采信他的说法。港台演出的歌手王立友，港管和鸡排妹指控性骚扰。
王立友伫事先无安排，要求鸡排妹老伫咧舞台顶做阵合唱，也佫甲歌词无讲时间好好分离，改做伤离。赢倒手的时阵，佫希望鸡排妹卡酸。最后对伊讲：“我一定要为着你开一间公司。”对此，王立友发声明，讲伊洁身自爱，支持鸡排妹提告。尤其是女性的权利被欺负了、遭受侮辱了，我们都会为她感到惋惜、疼惜。是非黑白，应该是要由司法来做公平正义的主持。鸡排妹若感觉自己的权益受损，我们力挺她提出告诉，争取她应有的权利。两边的讲法无同，是调工或者是无说理，性诉了变哪界定甲举证。或者讲，无论是行行政申诉或者是司法调查，鸡排妹这么经历的，就是受害者会拄到的上大难关，爱接受大众的检视甲评论，所以真侪性诉了受害者都唔敢讲。一个性骚扰事件的一个发生啊，其实不是我们正在走程序当中被调查里面的难堪，而是当我们揭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会用各种的放大镜在检视我们的过程，所以会不会影响？然后会不会造成后续今天我退缩了？性诉了罪是告诉乃论，若是被性诉了，除了会当向县市政府主管机关申诉，会当提刑事告性诉了，也个提民事要求赔偿。对王立友的讲法，鸡排妹讲，伊只是甲迄天发生的过程照实讲出来，对方想要做啥，甲伊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拢会抢武汉肺炎的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讲，今年的6月份，台湾应该都有疫苗通知，到时阵边境的管制卖调整哦，可能会实施入境的普遍体检，嘛考虑会减少居家检疫的时间哦。另外，针对这届病院的群组感染，专家是认为爱观察到过年的初二，若是拢无增加本土病例，社区才算安全。卫福部立桃园病院爆出新冠肺炎群组感染，已经连续4天无新增加本土病例，院方开始启动清零计划，进行规间病院大规模的采检。不过，国内专家表示，最后一个出现本土病例暗号908，是陪因妈妈去桃园某一间病院去医生看的时阵，到卫部立桃园病院出现暗号889接触去感染到。若是推算14天可能感染的期间，要观察到2月13，也就是旧历初2，所以部立桃园病院群组的危机也未解除。不是完全是账面上这些人而已啦，应该还有1-2个隐藏没有被发现的人。那这些人有没有造成问题？大概要到过完年才能比较有把握一点。如果过完年几乎都没有什么肺炎的话，我们就相对上安全一点。另外，全球疫情严重，各国拢抢买疫苗，要阻挡病毒传开。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今年6月份，台湾较有可能会当注到疫苗，而且若开始做，边境的管制嘛有可能会调整，实施入境普遍体检，甚至无排除会缩短居家检疫的时间。不过，专家认为讲，关键是咱买外国疫苗的保护力，爱民众做疫苗的比率有到70%，才会当有群体免疫的效果。你买疫苗要买那种高保护力的，比如说90%的，然后即使这样子，你大概要打70%多的人，才会打出60%多的人有保护力。专家提醒，任何疫苗拢毋是100%有效，提醒民众这段期间也需要落实防疫新生活，接洗手、刮喙罨，避免去人群较济、较挤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部立桃园病院扩大体检清零计划，今仔第2天哦，常常伫遮看病的病人是表示讲，伊对桃园病院有信心。另外有人指出，病顶另外一间病院嘛传出有感染，这间防指控的病院嘛出面表示讲，因的病院运作正正常，无发生病毒烧坏的代志。部立桃园病院清零计划采检的第2天，早起也是有真侪医内员工甲外包人员挂喙罨，保持安全距离，排队等要做核酸检测。长期伫遮看病的患者嘛表示，也是对部立桃园病院有信心。这样很好啊，对大家也好，对啊。所以这样之后回来上班也比较安心。对呀，自己要保护自己。我在这里看20年了，全部都筛检这样子，等重新开幕之后会更有信心。会啊，我相信桃园医院因为是国家的嘛。
若是伫咧桃园病院发生医来感染了后，平地某一间病院嘛特别引起外界注意。联心国际病院总院长张焕正测试伫咧桃园市防疫会议受证指数的时阵表示，外界传讲迄间病院有医来感染，医护治病无清气，联心医疗服务拢正常，绝对毋是迄间病院。联心国际过去1个多礼拜都被误传，事实上我们绝对不是那一家医院。我们也不是桃园的第2家布桃医院。连江县政府关马祖州厂做出来的防疫用的75%酒精，予桃园市政府感谢桃园市政府医护人员保护民众的健康，嘛表示对桃园徛伫咧防疫前线的感觉，马祖绝对会当体会。马祖也曾经守护着台湾安全40年，这种守护前线的这种压力，我们感同身受。所以说，我们心是跟桃园市是在一起的。我们能够把每一个可能的环节都要照顾好，不要有任何防疫的破洞。那我相信这个辛苦会过去。郑文灿表示，前线是正沉重的事，这届桃园徛伫咧防疫第1线的前线，承担全国约1/3患者的照顾责任。感谢各界的支持，让桃园袂感觉孤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南屯一个查某人，将月2日对中国返来台湾，伫居家检疫的期间伊男朋友捌去过2暝。台中市卫生局伫昨嘛讲有这回事，会罚酒的民众20万块。也毋过后来又搁传出讲，这个查某的男朋友是一个医生，医界嘛跳出来批评讲，医疗人员做出这款的行为实在是无应该。台中市卫生局经济区公所的轰炸，发现南屯区有一个女子，顶个月26号为中国返来台湾了后，伫大个所在居家检疫期间，连续2天互查某朋友入去大过暝，依法开罚20万块。但是即马佫传出，这名男朋友有医疗背景，却明知故犯。对这个问题，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探视者无法度来罚。那这个居家检疫期间呢，他让他这个男性友人呢，连续2个晚上到他的住所陪住。那这名男性友人的职业呢，我们依照中央的防疫规范，以不公布为原则。台中市卫生局指出，这个女子的男朋友已经暂停上班，目前一切阴性，自主管理期间满了后，就要进行二采，赶快是阴性才会恢复上班。也因为女子男朋友传出受医疗背景，台中市医界认为这款的行为开始无妥当。如果会员的这种行为，我们医师公会是认为是不应该、不该、不当、不宜。卫生局是不是要对他的行踪来做一个公布？我个人当然是认为是一个大方向是这样是比较好，让大家有所警惕。民众听到更加是感觉无法度相信，因为有医疗背景的专业人士，佮做出这款的代志，反而会变成是防疫的缺口。你是医师，你是更有专业，你更加不可以说你的女朋友叫你去陪伴他，你就过去。刚好看到那个医生的话，怕被他传染啊。台中市政府嘛针对女子的男朋友工作的所在来进行消毒。台中市长罗秀燕伫3号防疫会议面顶表示，南屯这个女子甲男朋友居家检疫期间佮违反规定，非常的可恶。嘛呼吁市民要好好来遵守防疫的规范，避免变作是一个破口。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北国际动漫节今仔开始，因为疫情，所以观众爱心命节该消毒，嘛爱磅体温。顶场上侪6000个人哦，虽然限制真侪，也毋过今仔嘛有真侪人去捧场。2021台北国际动漫节2月14日如期开始，今仔日是头一天，就出现真侪排队的人，啊，毋过因应新冠肺炎，入场进前拢有好好啊闭关。神奇哦，这边确认体温拢伫咧标准范围，超过37度半就禁止入场，双手爱用酒精消毒，而且爱挂嘴啊，啊，佫有实名登记，要保守第一线的防疫工作。原本就是要将毋惊疫情拢来现场收听，原来伊嘛是特别小心，就是戴好口罩吧，然后就是记得消毒，像我身上也有带酒精这样子。因为大家都有做好，然后口罩都戴好的。
因为没有人拿下来，拿下来大家也会怕。部分出版社厂商嘛加入防疫工作，各自界消毒，维持安全距离，空关看底的人流。厂商嘛坦白讲，就算主办方已经有防疫措施，啊，毋过就惊讲有任何空芳。大会这边虽然已经有一些防疫的措施，那毕竟还是怕会有什么万一，大家可能摸来摸去也不知道可能会摸到些什么，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啊。我们其实已经做了超前部署，你看。连社交距离都拉出来了，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拄到疫情，包括独立、尖端、台湾各川、军营社等等的出版社、动画代理商拢取消参加。针对外界质疑动漫展照常举办，可能会加做防疫空芳，主办方表示，除了加强基本的防疫工作，会场嘛袂当接物件，而且禁止半暝排队，嘛降低人数限制，拄9,000人调整做6,000人，有信心绝对袂互真侪人参加的动漫节出现防疫空芳。记者综合报道。特别过年咯，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仔是去网街市场视察，市长嘛希望大家拢爱配合防疫，爱挂喙罨。昨教育部宣布讲，高中以下学校2月2日才开学。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会加强校园消毒，嘛会请劳工局爱斗3工，互有需要的家长拢会使申请防疫照顾假。透早6点天也袂光，台北市的鱼市场、果菜市场的贩仔都不用试试。较无一礼拜就要过年啊！台北市长郭文德初时就去视察，了解产品经营的情形，嘛甲这业者拜早年发加菜金。最近疫情紧张，进前果菜市场逼出大部分的人员拢无挂喙罨，经过市场处款倒了后，已经有改善。郭文德嘛，搁一届甲单位的业者讲，都要落实防疫。目前市场当地的改建，鱼市场目前是伫咧华中桥骹临时代，看起来较简单。郭文德答应讲，整体工程袂延期，嘛研究敢是要提升软体部分来追加预算。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配合你的戴口罩我希望说，在大家在剩半年以内疫情应该就会过去了。半年路走过来看这是暂时因为说上面较歹势有需要问台北市政府帮忙的地方，请随时告知。因应防疫，教育部宣布。高中以下的学校，延后到2月22开学。双北市拢提出相关的配套，2月17到21暂停开放校园做消毒。新北市全面取消学生的返校日，也有家长日相关实体活动，全部拢改做线顶或者是书面来办理。也若延后开学的期间，若是爱照顾12岁以下的学生，或者是高中、国中有身心障碍证明的囝儿的需求，家长一个人会当申请防疫照顾假。把这4天的假期好好的。来做好学校的环境卫生消毒。如果家长能够以照顾假的方式跟雇主来申请，我们劳工局也会随时提醒雇主一定要做到位。侯友宜表示，在过年的期间，因为新北市大型的活动大部分拢取消，建议民众会当踮伫厝邻团圆甲围炉，若是要出国行大佚佗，会当注意新北各景点人潮仪表板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英国首席医疗官昨表示，英国已经度过第2波的疫情高峰，也毋过感染率嘛是个真悬。首相转身目前一个无拍算讲要来放零防疫限制，首相嘛甲医疗人员做伙，向之前为着病过身的200岁老兵摩尔表达敬意。摩尔伫之前要为医疗机构募款3300万的英镑。妈妈艾莎总算甲小宝宝见面咯。去年耶诞节拄过，有新7个月，伊就感染新冠病毒，因为肺部受到胎儿压迫，喘气真困难，爱破腹。因为是重症，生完了后就限制分娩，伫家护病房救治，如今渐渐转好。专家对生命有更加深的体验。英国自疫情爆发以来，真侪人经过生离死别，也未少充满希望的故事。首相强生初三表示，英国已经有1000万人做疫苗，不过感染率依然真悬，要搁较细致。And though today there are some signs of hope, the numbers of COVID patients in hospital are beginning to fall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onset of this new wave. The level of infection is still alarmingly high. But what we don't want to do now
Carl, that now that we're making progress with the vaccine rollout, and we've got a timetable for the way ahead. Most of my colleagues think we are past the peak. Now, that doesn't mean you could never have another peak, but at this point in time, provided people continue to follow the guidelines, we're on the downward slope of cases of hospitalizations and of deaths in all 4 of the nations of the United Kingdom. 强生当日也带头拍破啊，为进前不行检疫过身，捌以助行器伫厝内底后庭行100逝，替医疗机构成功拨款3300万英镑的自荐百岁老兵摩尔致敬，佮呼吁全国斗阵安尼做。伫哈罗盖特一个军事基地，摩尔过身的贝福德病院、伦敦帕丁顿车站拢有炮声响起。摩尔厝内底人也伫贝福德社区斗阵拍破。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来看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阿斯特捷利康甲因做伙研发的武汉肺炎疫苗哦，注一剂会使大大来降低病毒的传染力，过12礼拜才个注第2剂，保护力上好哦。另外，针对变种病毒嘛有效的疫苗，有机会伫今年秋天就提供给民众通知。牛津大学一份当地等待共度审查的研究报告指出，做牛津疫苗第1剂的人地当产生保护力，3个月以来 PCR 阳性几率减少67%，2剂注料了后阳性率是减少一半，嘛显示出伊会当减少有症状感染的几率，佮会当大幅降低病毒传播，对控制疫情、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真有帮助。啊，若是牛顿2剂之间的注射冷芳会当得到更较好的效果，这嘛支持英国政府甲冷芳的时间延长到12周的决定。Once the immune response has kicked in, which takes 2 to 3 weeks, there is sustained protection right up until the point the second dose is given. There's 2 components to this. One is the protection between the doses. The other is that with the longer gap between the doses, the boost in the immunity and protection after the second dose is greater. 啊，若是正好处理的变种病毒，疫苗小组的普拉德教授表示，当地考虑更新疫苗，会当较有效来应用。调整工课是相对简单，干那需要改变更2倍微团速率，然后进行小规模的研究，预计今年秋天会当使用新疫苗。目前全球做的新冠疫苗已经超过1亿剂，啊，不过超过60成是集中伫咧富裕国家。世卫主导的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初三表示，预计今年第1季对全球来分1亿剂的疫苗，顶半年总共是分3亿4千万剂，以阿斯特捷利康疫苗为主，目标是平均达到145个参与国总人口的3.3%。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伫国际上真受到关心。伫2019年的6月16日，有200万的香港人行上街头，这场抗议是历史上规模上大的抗议之一咯。美国有9名跨党派议员最近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名这项民主运动来竞争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美国这个议员是表示，有愈来愈多香港民主运动人士互定罪判刑，因希望诺贝尔委员会会使为这个人争取和平佮为人权奋斗的人士来点一把火哦。另外，挪威保守党的议员嘛提名香港民主之父、香港民主党的创办人李柱铭来竞争诺贝尔和平奖，嘛是希望会使鼓励香港的民主运动。再来看，为着要遏制性犯罪，印度的警方决定要伫交犯案的200个地点装 AI 监视器，系统会透过女性表情的变化来判断是甚物状况哦，嘛会伫第一时间来通知警方。也毋过，这套系统嘛引起真侪质疑，咱嘛做伙来了解。印度是全世界女性上危险的孤单地之一，平均15分钟就一件性犯罪。为了要保护女性，印度政府准备一个人口上最100个勒克瑙200个发生性骚扰热点装人面辨识监视器。以前监视器只个人翕到女性被人骚扰的过程，若是被性骚扰的女性惊讲被报复无去报案，可能就会纵容嫌犯。这么用 AI 镜头辨识，警方就当化被动为主动，伫犯罪第一时间就派人到现场。कि हाँ रात के लिए ये चीज़ बहुत सेफ्टी के लिए है। अब जैसे गर्ल्स जाती हैं, ऑफिसर्स जाती हैं रात में देर से आना, उनके लिए ये एक बहुत पॉजिटिव पॉइंट हो जाएगा। उनको एक ये मिल जाएगा कि भाई सेफेस्ट पॉइंट है। 因讲唔是所有人拢赞同这种做法，民间团体讲，敢若用表情来看女性是毋是被骚扰，敢若无妥当。
譬如讲，伊一个甲人当面开讲，或者是讲电话时阵，面较无欢喜，敢讲警方就来关心，袂使女性所有行為攏被監視。 लड़कों के हाव भाव को चेक्स लगाना चाहिए ताकि लड़कियों का पर्सनल स्पेस हर्ट ना हो और लड़कियों को यदि सारा दिन कोई कैमरा यदि लड़कियों को चेक करता है तो कहीं ना कहीं लड़कियां अनकंफर्टेबल फील करेंगी इस बात। 面部辨識一直攏有道德甲隱私的證據，包括資料的使用，當事人無法度掌握。疫情期間，因為封鎖令，真濟人攏愛踮佇個厝內，也互有心人士更加人掌握女性的行蹤，甚至保護。 所以，印度女性安全的問題，恐驚唔是干那種人工智慧鏡頭就能解決。公司新聞王碧文編輯。咱台灣的外交有新的突破，外交部宣布佇南美洲國家蓋亞那設台灣辦公室。台灣辦公室是有官方代表的地位哦，甲代表處、辦事處的意義共款哦。外交部嘛真歡迎蓋亞那嘛來台灣設辦公室。美國的國務院佮 AIT 攏發聲明表示肯定。 自甲非洲國家索馬里蘭附設代表處了後，外交閣有新的突破。外交部宣布，甲南美洲國家蓋亞那合作共和國協商達成共識，決定佇當地設台灣辦公室。雙方1月11簽署設處的協議，辦公室已經佇15開始初期運作，目前慢慢完成相關的籌備作業。如果蓋亞那的政府未來也決定在台灣設立同等地位的辦公室， 我們會根據所簽署的協議的對等互惠的原則，我們也會設立，他們會讓他們設立辦公室。蓋亞那佇南美洲的東北部，東邊是斯里蘭，南邊是巴西，西邊是委內瑞拉，北邊是大西洋，人口差不多是80萬。首都喬治城也是加勒比海共同體秘書處所在地，礦產甲石油資源豐富。蓋亞那也是大英國協成員國。 學者分析，台灣即馬佇南美洲友邦只有巴拉圭，佇蓋亞那設辦公室，除了增強甲南美的關係，也是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確實是一個可以去想象未來的一個很好的據點，只是因為設一個辦公室，而不是建交，到底能夠給我們自己的國人，或者是未來 敦睦艦隊能不能夠有很大的幫助，我們都還必須要再評估考量。中國這幾年在西半球影響力愈來愈強，對美國造成威懾威脅。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去年6月特別訪問蓋亞那，對台灣佇蓋亞那設辦公室。美國國務院西半球事務局代理助卿張主理表示歡迎。佢指出，這增強雙邊關係也對促進區域安全、繁榮甲民主價值有幫助。AIT 也表示，所有國家都應該自由甲台灣尋求更加密切的關係，以及良好的合作。記者綜合報道。2016年，越南中部發生海洋污染、無魚通掠，影響到當地漁民的生活。當這時，有當地民眾來台灣抗告大叔是兇手。代志閣有後續，今仔環保團體到行政院抗議台灣銀行等4間關股銀行，佇頂個月底同意連帶25億美金予大叔。環保團體是認為大叔的官司閣還未煞，無應該閣貸款予大叔。關谷銀行連帶台塑月光，關谷銀行大聲掛口號抗議台灣銀行、第一銀行等4間關股銀行，當日才同意連帶25億的美金予大叔。款團指出，2016年越南中部發生海洋污染的事件，致使當地漁民生活大大受到影響。居民甲目標指向大叔的河井鋼鐵廠，抑閣來台灣控告大叔，造成工業污染。這個官司抑閣佇進行當中，結果政府竟然同意貸款予大叔，真正是真無妥當。我們有沒有聽到台塑公司跟當地的人民接觸在一起？然後呢，這些4家銀行在台灣借錢給台塑，他們也不了解人民的聲音。台灣的關谷銀行應該要把國人的存款拿去放在更好、更棒的企業融資上面。
款团要求行政院等等的单位推动绿色金融，而且家己争取交互政院的代表，希望行政院、金管会等等的单位会当听到越南人民痛苦的声音。相关的这个诉求，我们会交给权责部会来了解跟做适当的一个处理。款团呼吁政府要好好审查这个连带案，避免加做破坏环境的凶手之一。因为台湾是亚洲民主的典范，无应该看越南的人民对环境造成损害，还阁放外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县政传出外包派遣公司比200多名派遣工爱申请签自愿离职书，才会使佮留伫原本的单位来继续工作。有一个员工因为无愿意签，就互调到其他的单位，也毋过伊希望使继续留伫营政，也毋过拢互拒绝，向营政来申诉，嘛无消无息。目前咧准备展开劳资协商。就像那个卫生筷拿去丢掉的意思一样，不签，可是我遭受的待遇是我变成我失业。警署激动控诉营总无作为，有资历8年伫台北营总负责病房清洁、文件传送工作的派遣工郭小姐，去年11月，派遣公司业绩要求因全体200多名员工签署2份文件，一份意向调查书，另外一份是自愿离职书。伊无愿意签自愿离职书，逃避调职，无法度继续留伫营总。伊最后转往依赖另外一间地标厂商第一社福基金会，毋过就伫伊签约接受体检了后，厂商竟然无愿意录取，疑似派遣公司封杀。你想做，但是你没有签，他就不把你的资料给另外一个公司，圈子很小，他把我的路全部堵死了，你知道吗？台湾劳动派遣产业工会表示，营总是公部门，因为采购法，每隔2年都要重新招标。大部分留进派遣工拢会被新厂商重新雇用，每年年资特收拢会归零，签自愿离职书应规避资遣费，向营总申诉了后也拢无消息。荣总他必须要去检视他的厂商有没有发生类似这种要求员工必须要签署自愿离职的申请书才能够获得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属实的话，我想这个厂商是绝对是不适格的厂商。面对派遣工争议，营总以声明稿回应，强调去年已经函请厂商依照契约甲劳基法等相关的规范办理，维护劳工权益。不过，到即马无消息。目前个案仍然寻求外部劳团斗3工做劳资协商，同时向台北市劳工局申请劳检。台北市劳工局回复已经受理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中共董事长赵少康，那中华国民党嘛，互聘做中评委，中评委特别有选党主席的资格。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世尧是认为，国民党党产的3中案，几年后就要开庭。赵少康选伫这个时机点，中华国民党背后的目的值得注意。也毋过，赵少康嘛批评讲，这款的讲法是司法对杀。假定这个案子要打5年，是5年以后我再跳起来，不奇怪吗？所以就我也不懂，我觉得不好。喜耀兄，我们老朋友了，在这个时候这样讲不好了，真的是不好。我很善意的规劝，安尼唔好。以前人家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那现在大家说法院是民进党开的，那你这样不是就证实了人家的讲法吗？赵少康强调讲，伊是以证人的身份，毋是以被告来出庭。这案件嘛已经伫司法庭诉，所以嘛无方便讲上过济。伊嘛靠西总统蔡英文派任伊的表姐夫郭宏民做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嘛质疑讲总统介入司法，对法事可能会占得52台。赵少康嘛表达不满，讲伊未来若是选调总统，会阁互中天重回52平等。咱再来看香港演艺界的大头家向华强申请移民要移民来台湾，也毋过外界是质疑讲伊甲中国的关系真好哦。又搁有媒体指出讲，有警界出身的立委用移民署来游说国民党的立委叶玉兰，就跳出来表达不满，伊认为讲伊的名声受到损害。早起伊嘛去台北地方法院向这间报社提出告诉，要求爱赔偿5000万。
国民党立委叶玉兰伫共党立委的陪同之下，去台北地方法院提告，因为不满红报道暗时向移民署关说，香港也市民令向华强移亲拘留案要求澄清，却无得到回应，因此认为对方涉嫌加重诽谤罪，为了捍卫伊个人的名声，对报社负责人也有记者提出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因赔5000万，要用伫照顾警消移民署人员的关怀基金。自由时报在上面说我屡屡向移民署施压关说，那么就请他，既然屡，你只要能够找出一次，我向移民署的哪位官员什么时候去关说过向华强案。叶玉兰认为报社散播不实的言论，予伊受到网络恶意的批评，同时嘛声明将来无熟悉向华强，阁无看过伊的电影，更加强调将来无因为向华强这个案用任何形式向移民署的任何人进行关心也是关说。内政部处长陈宗彦对此表明，无收到任何相关消息。目前我们的了解，我们并没有去接到什么样的讯息啦，那所有不管是港澳或是其他国籍的人士，要对在台湾申请相关定居留的这个申请，我们都一定是依照相关规定来做处理。移民署嘛以文字回应表示，对港澳居民来台湾居留也是定居，拢会以相关的法规来办理。针对向华强这个案，会依法审查，因为向华强的背景真特殊，伊甲中国官方敢若嘛有真密切的往来，嘛互伊来台申请移亲居留，特别受到关心。记者郭彩台北报道。中南部今仔的空气品质无介好，环保署预报一直到礼拜日拢是红色警示。地球公民基金会就指出，高雄、屏东地区所有的测站显示讲，1月份无一天是好空气，红害严重的程度是台北中山站的7.5倍。呼吁环保署应该赶紧来检讨空污费上过低的问题，佮有重工业空污排放的标准。提出伫高雄办公室的空气滤网，画面当中正边的明显比倒边全新的乌真侪。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王敏玲指出，办公室所徛的前金区滤网才用3个月就垃圾成安尼，包括前金站在内，高边有7个测站。今年1月份31天，空品指标无一天出现绿色的良好等级，有的测站污染程度是北部的9-10倍。1月27号，高雄大寮站的PM2.5日均值浓度到75微克，台北市中山站是10微克，所以可以想象是7.5倍的这个浓度有这么的高。地公指出，南部空污来源复杂，防治工作更较挑战，但针对电力业、钢铁业等排放大户，相关排放标准一直无加严。另外，固定污染源必须要照排放量来交空污费，但费率偏低，无法度收到更较侪钱来改善空污，更加免讲会当引导高污染的产业来减污。费率太低的话，并没有办法凸显它原来要扮演的那个积极引导厂商改善角色，所以空污基金的费率偏低这个问题必须严重的正视。高雄也提了一个电力业的这一个标准过来，应该近期就会去进行这一个案件的一个核定。像空污费的这个检讨，其实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也一直持续在进行相关的检讨的一个工作。面对民进党中部立委伫立法院提出主决议，予中火烧炭机组提早10年除役，要来减轻中部的空污。款团是毋是期待民进党高雄北立委协助解决南部的困境呢？地公副执行长王敏玲表示，希望高雄执政党立委会当听到人民的声音。那大家人利用一个污染源嘛，全力来监督，相信会当看到具体的减污效果。记者林丹昌为林志坚台北报道。花莲县消防局伫初二接到报案，讲有3名爬山的民众脚跌伤哦，需要救援。消防局派出直升机，也毋过嘛发现讲，这3位民众违法家己改变路线，其中一个人嘛已经毋是头一遍违规了，消防局嘛开出罚单。空勤总队的救援直升机豆降落，甲受困伫下轮工作站的3个登山客载去山骹，互花莲消防局的救援人员送病院了后已经无代志。
不过消防局发现这3个登山客是在爬山的路线了后，卡才去捞到的。原来他的规划路线是在安东山，在行进的过程中改变了路段，他往哈林工作站，所以他已经很明显的违反我们花莲县登山自治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其中一个67年厝的姓李的男性，有几个甲违规爬山的记录，也阁差一点在2017年，加做花莲县政府公告登山驻地条例了后，头一个去互裁罚的登山客。不过，迄当阵因为公告山线无完整，所以无互处分。想袂到即嘛阁违规。针对累犯的部分哈，我们是会依次加重哈，我们是由6000块开始，然后我们最高的裁罚金额到3万块。当事人已经违反到我们最高裁罚的额度的话，我们尔后就会依最高的额度来做一个裁罚。花莲县登山驻地管理条例是伫2017年9月份公布，若无申请入山证，无请专业的向导，偷偷经过路线的登山客，拢会去互裁罚。消防局强调讲，会甲申请入山登记的单位，亲像林务局或者是国家公园研究，针对违规登山客申请入山的登记，讨论会用无核准或者是填款的方式来降低救援的成本，还佫有山难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虎尾建国一村一间旧厝，顶个月2日，互人乌白话哦。虽然互检举了有去清掉，也毋过文书团体是认为，这款的行为应该要处罚。云林县政府是指出，因为地点的关系，目前文书法并无相关的规定哦，未来严格来限制这款破坏文物的行为。顶个月2日，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乌白伫云林虎尾建国一村的壁画图创作。虽然管理单位发现了后，遂要求伊甲壁恢复，毋过伊煞是先完成创作了后，佮翕相分享，再佮用红毛图甲壁顶的图画藏起来，互当地文书团体是真不满。而且这样的行为是说已经制止，可是他继续做，做了以后他就静静的把它复原就好，他不要去声张。那一声张以后，他还很自豪的在那边，所以我们才在网络上去警示，要让他们这些知道说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对的。建国一村再造协会表示，虽然目前虎尾建国聚落建筑群属于第3类保存区，保存级别较低，不过无代表会当互人乌白做。针对这件代志，云林县府文管处讲，这件会以劝导、宣导文化资产保存观念为主，未来若有相像的代志搁再发生，会追究责任。是在文化资产的法规里面呢，并没有针对聚落建筑群去做一个非常的严格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它有法则。那但是呢，未来如果说有遇到这种没有产权的一个建筑物有人去做涂鸦创作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依照社会维护法来去给予裁罚。文管处表示，落尾这个姓吴的查甫人有看文会室的，嘛表示家己选唔到所在创作，未来伫咧选择创作地点的时阵会搁较细致，所以就予伊改过的机会。不过文管处嘛希望透过这件代志，互民众知影袂使乌白画图，未来若搁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县府就会依法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一间国中的查某老师因为啉酒醉闹事，互检举。学校员工甲校长伫学校搁哭搁闹，倒伫涂骹的情形拢起落来，向中华县的教育处检举。校长出面道歉，中华县的教育处嘛召开科技委员会，决定要先甲这校长调到县政府的教育处。一个女校长是啉甲醉茫茫，已经无再甲家己坐好，整个倒伫涂骹。不过伊的情绪是相当激动。但其实他在外面的风评，就是他是来喝酒的，在很多场合都有其他的家长看过。中华这间国中的女校长被校内人士指控，顶下期2度上班时间来应酬。这次伊是伫校庆运动会当日外出食饭来啉酒，不过因为不胜酒力，回到学校了后，醉茫茫无法度来上班。而这个校长煞嘛出面来道歉，坦承行为失当，对社会跟下一代做这样子的不良示范。然后其实不应该喝酒。无人甲逼讲酒会啉啦，伊讲在场的我讲，拄鞋嘛伫遐啦。
同时嘛，伫食饭现场的真相中指出，女校长是要感谢伊来协助筹办校庆，主动前来敬酒致意，并不是被众人来灌酒。中华关教育处表示，确实嘛照着影片以及相片来检举，认为行为确实无好，嘛已经启动调查。因为他个人的饮酒后失态影响校誉，所以我们会移请我们校长考纪委员会惩处。系啊，无讲介好嘛，无讲介歹啦。靠有交陪来讲吼，对这学校经费啥很吼，也比较有那个利益啦。中华关教育处表示，除了送到科技委员会，以科技来听取，嘛就会送到人选委员会来讨论是不是适任。虽然并无违法的问题，不过嘛是引起不少的争议。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去年9月，立法院通过临时提案，要求交通部针对大货车风光里的装置来做相关的改善评估。目前针对这款设备，离地面爱偌悬，但意见阁无啥共。有学者是表示，台湾的奥多麦真济，离地面20公分悬，若是发生车祸，应该计使减少死伤。也毋过，交通部目前是希望讲，至少悬度爱有25公分到30公分。一只大货车甲边仔的奥多麦相撞，机车的骑士不幸互加入去车下底交过，当场死亡。根据交通部路政署的统计，去年1月份到11月份，就有125件民众加入去大型车下底不幸的事故。因为安尼，学者认为讲，应该要甲大货车防止加入去的装置，为目前离涂骹40公分悬，降到20公分悬。把防卷入装置从40降到35、30、25、20，然后旁边有人打下去了，会不会真的进来？我目的是要证明给业者看，说真的20就有用了。因为在公听会上，业者也认为说，如果20真的有用，我们也接受。学者提出实验的结果强调讲，人体的高度差不多是20多公分，若是会当甲防止加入去的装置降到20公分悬，就会当减少90%以上的伤亡。也佫强调讲，伊设计会当春秋的动帮，而且无要申请专利，敢若希望悲剧莫阁发生。我们还没看到一个真的商品化的东西，让这些业者可以马上就来采用，那这或许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希望把最小的距离高度，尽量降低到25公分到35公分。如果它遇到坡度比较大的一些地下道，或者是进出相关的工地，或者是说经过平交道等等，如果它的高度这个部分设置不当的话，会让这些大型车有机会会卡在这些重要的点上。交通部回应讲，去年9月份到达有开过解会，认同这个降低方向。不过学者认为讲，交通部暂定降低悬度也无够，根本是替业者咧找借口。立委嘛要求交通部伫1个月以内要提出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讲，上常常发生的癌症，第1名是由肺癌变做是咽癌。目前台湾的咽癌患者5年的存活率有超过9成，也毋过癌细胞若需转移，存活率就剩无到3成。中研院的团队最近是发现咽癌细胞增生甲移转的一款机制哦，伊嘛看到癌细胞的蛋白质会变来变去，而且会去影响到癌症的病情。那么做伙来了解。世卫组织发布2020年癌症负担数据，咽癌第一摆超过肺癌，车做全球上常常看到的癌症，也伫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排名第1。要如何避免癌细胞破开，成做医学界研究的焦点。中研院团队发现，咽癌恶化的关键之一，甲蛋白质 DSG2 有关系。它在每一种表皮细胞上都有哦，就是我们表皮细胞其实细胞跟细胞之间要做这个结合，所以才可以形成那个表皮层。那但是呢，我们发现在乳癌的检体里面，特别是容易去转移的那些乳癌病患哦，他们这个DSG2表现量特别高。研究团队指出，癌细胞伫淋巴成长的时阵，会因为蛋白质 DSG2 的黏附能力一直扩大。不过，肿瘤核心的微环境出现缺氧的状态时，一种应用关键调节蛋白就会开始压制 DSG2， 让癌细胞失去黏附力，脱离原生肿瘤进入血液循环。原位的肿瘤它长得很大的时候呢，中间因为会有缺氧和缺养分的状态，所以会有所谓的厌氧的环境。那么一般来讲，厌氧的环境就会去激活这个 HIF、HIF1 alpha， 在特定的阶段、特定的癌症里面，例如说乳癌，它也是有阶段性的可以去抑制促癌基因，例如说 DSG2， 加速它可以转移到血液里面。
学者指出，不治性癌包含子宫头癌、头颔骨癌这癌症，拢有大量的 DSG2， 佮影响到治疗了后的情形。在掌握促癌机制了后，未来有希望将相关的研究用到临床诊断，来分析肿瘤甲血液癌细胞的 DSG2 的含量，或者是将 DSG2 作为治疗标靶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对1987年开始进行换心手术，已经有34年的历史了。其中有一个病人李秀英，伊嘛已经割活超过30档了，伊嘛正做是全亚洲活上久的病人。今年53岁李秀英，30年前因为严重心肌病变到医的时阵，已经呈现休克的状态。后来医师通知伊的爸爸需要换心，虽梦真惊吓，也是选择相信医师。落尾换心手术顺利，虽因为长期食抗白体的药物，伫咧这30年期间连续治疗2种癌症，毋过拢成功克服，成做全亚洲活上久的换心人。既然你都已经到医院了，那其实就是相信医生，然后让医生去决定，我应该做什么治疗。台湾自从1987年开始进行心脏移植的手术，到达已经第34年，而且到2018年年底，全台湾总计有1073例心脏移植，其中进行病医的心脏移植小组，自从1988年7月份实施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到2021年1月底，已经完成537例，年岁拄2岁外到75岁拢有。根据器官关节移植诊疗中心的统计，民国110年单台器官移植的病人数量有134人，其中单台心脏移植的人数也是有215人。我们一年的心脏大概100个左右啊，只有100个左右。那么真正在等的，其实可能应该有5倍、10倍之多了。那么也是要看他们的运气啊，所以平均等多久很难讲。那有的患者等1天就等到了。医生表示，目前国内换心者的5年存活率超是70%，10年的存活率超是50%，20年的存活率是35%。虽讲国内器官移植手术的存活率甲欧美差不多，毋过国内器官捐赠的风气却无像欧美安尼。记者综合报道。之前的寒流是一波比一波较冷哦，屏东的朱天宫真有心，因着赶紧募集爱心，送一寡较艰苦家庭的民众面罩被，互因伫寒冷嘛会感受到温暖。一卡的卡网内底紫色的棉罩被，这拢是屏东归来朱天宫特别传来予日子较艰苦的家庭过冬。另外，年节特别到，市庙也送低收入户的家庭800块的商品券，互因添新年用品过好年。就感觉很温暖啦，对啊，因为最近很冷啊，刚好需要被子温暖一下，所以很感谢。寒天啊，样遇到这个棉被哦，啊，遇到遐面巾哦，感觉心内足快乐。最近寒流一阵一阵到地，这款天气互人寒甲皮皮喘，未少有心血管病症，也是穿无够少的人存过身去。即马朱天宫结合信众的爱心，举办公益活动，超过100个弱势家庭通受益。我拢一直认为讲，朱天宫就是爱做公益的活动。迄天有拄到一个低收入户，伊内底讲哦，伊领被架足久啊，拢无换，互我深深感觉讲，朱天宫透过这个善男信女这个善款来做寒冬送暖的活动。大寒的天有这份心意，受帮助的家庭感觉足甘心。那手尾袂过冷叽叽一直喘，心肝也对咧变温暖。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放假期间哦，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定出风景地区的零条管控办法。台东县鹿野乡的乡公所嘛宣布讲，伫过年期间，伫水湾村哦20公顷的花海区，买来管制人数。乡公所嘛会设临时的停车场，嘛要求游客拢爱实名制。今年台东县关山地上地区因为欠水轮管，看袂到像永月安尼规片黄色的油菜花。毋过伫鹿野乡水源村的二站坪附近有20公顷的田，乡公所补助农民来种真济破树菊。即马花已经开啊，红的白什么色拢有，而且一直到过年后吸引真济游客来遮翕相。因为花海甲灌溉铺准景观连做伙，真值得来遮行行看看咧。心情足好，嘿。
春节连续假期就伫要到啊，鹿野乡公所预计二站北普圳花海区会有真侪游客来。为着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人流管控的措施，宣布要实施人流管制。伫花海区附近有甲一块田来做临时的停车区，一届敢若限制80台车入来，而且搁伫现场派人来进行实名制。80辆车子一取满以后，我们在渡口就会做一个封闭管制。实名制也不会恨扰民了哈。不管你大车或小车，我们取1名来做登录。很好啊，因为毕竟现在是防疫期间啊，对啊，大家还是都要注意彼此的安全，这样。因为有一寡游客今日去花海区，有游客爱讲路已经去用行出几条路，破坏美观，啊，毋过农民敢若希望游客当有公德心。不要丢垃圾就好了啦。鹿野乡公所表示，花海区并无限制游客袂当入去，啊，毋过也是爱呼吁游客毋通去大花，嘛爱配合疫情的管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西半部的早暗晡温度会较低，不过各地天气拢是侪云好天哦。加上东半部会落淡薄仔雨，后礼拜三开始，也就是29暝到30暝，天气会较无稳定，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大雨，嘛变较寒。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段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